影張相先。哇，咩魚嚟㗎？一鈎兩隻。啊，大師都喺度啊！你好。你好。兩個鈎一起吃哦。哎呀，吃得飽飽的，這個師傅厲害，厲害。對呀、他這不掛底，我說奇怪哦。我們都不敢，就沒有這個的都會掛底哦。我是倒吊法的。誒，它有這個什麼在最底下？是啊，我就說這個啊。啊，這個不掛底的。就是說我就說這個的。哇啊！不過這個魚是比較小，它這個是什麼？鏟子掉出來了。哎呀！啊！我轉咗個釣組方法，又係中咗啦呢隻。不過魚好細條咯。轉咗倒釣方法先得啊！弦喺下邊，鈎喺中間。呢個可要可不要。好啦，放生佢啦，大啲先嚟釣。放咗佢落去。重新整過嚟。倒吊組咁樣先得。士布嘅標誌，一隻天鵝。中魚，呢條大少少咯。誒，佢哋全部用呢隻底喎，應該係沙底，佢唔怕掛底嘅。勾到都草上嚟。唔係，我講佢底嗰度啊！唔該，唔好意思，借個係冇啦。